26年4月25號夜晚7點11，再試多次呢個天寶手撕雞。今次我就試呢個撈麵，但係就揀下邊嗰啲啦，野味之選，揀咗牛肚同埋雞腎。原來佢撈麵咧係冇青瓜絲嘅，我唔知係咪配粉皮先有青瓜絲，定係配雞先有青瓜絲。係可以自備盒㗎。麵咁啊冇青瓜絲，我諗應該係揀手撕雞先有青瓜絲。咁呢個就揀咗牛肚同雞腎，雞腎就有分辣同唔辣，有埋嘢飲㗎。好彩我自己有葱喺度，可以加葱自己。我今次係嗌咗咖喱汁加麻辣汁嘅。個雞腎都幾辣，但係好食。個牛肚咧，佢都好爽，但係好易咬喎，即係唔係嗰啲金錢肚咧。我今朝食嗰個全記啊，北角渣華道個全記咁難咬，呢個好易咬。佢可能因為細條，咁個麵都 OK 嘅，因為撈埋啲汁都幾好食。